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Winnie 老師啊。我而家喺香港灣仔會展中心，5月15號、17號係全香港最受關注嘅教育盛事，2026年頂級國際名校教育展喺呢度開始舉辦啦。今日現場聚集咗好似聖保羅男女、黃立書院、聖士提反呢啲平時一位難求嘅名校。咁我咧今日就帶大家嚟實地探訪下。咁各位家長想要了解嘅招生官針對 IB 啊 A Level 課程點樣揀啊，同埋跨境學童升學點樣對接，睇下今年嘅門檻有咩變化。咁今日跟住我嘅鏡頭去探究一下。行完呢一圈啦 ，Winnie 老師嘅筆記已經記滿晒啦。今日唔止幫大家摸清楚呢啲名校嘅最新招生意向，仲攞到咗第一手嘅升學簡章。如果你咁啱喺度幫小朋友規劃緊香港嘅升學教育，或者對今日某間學校感到興趣，可以直接留言，等我嚟幫你了解具體信息，幫你做規劃。咁香港名校知多啲，關注 Winnie 話你知。